第四項質詢，林哲玄議員。多謝主席。政府剛剛公布咗全面改革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據悉，香港公營醫療政策嘅原則係唔容許市民有經濟嘅困難而得唔到適切嘅醫療服務。而歷次嘅醫療改革嘅檢討呢，都係憂慮醫療開支嘅可持續性。就此呢，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推動更廣泛咁使用由基層醫療處、醫管局或者相關法定機構採納嘅參考概覽或者臨床路徑等化驗、造影、用藥、放射治療同埋手術等等嘅醫療程序呢，係有所依循，亦都確保診斷同埋治療嘅安全性同埋提高效益，以及有否考慮呢係為市民設立用於支付共付費嘅個人或者家庭醫療戶口，並且喺公營醫療機構呢係設立與自願醫保計劃賠償額掛鈎嘅優等住院同埋日間服務收費，係可以俾市民多個選擇。同時會唔會係考慮進一步優化封頂設計，例如包括埋自費藥物，避免市民因病致窮？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醫務衛生局局長。主席，香港擁有高質高效嘅醫療體系，而公營醫療系統係我哋醫療系統嘅基石同埋全民安全網。不過，面對住人口老化、服務需求同埋醫療成本上漲呢啲嘅挑戰，香港嘅醫療體系必須要改革先至可以持續發展。醫療改革環環緊扣，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係必不可少嘅一環。啱啱公布嘅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係基於5大原則：第一，政府嘅承擔不減，改革所得會全數投放喺公營醫療；第二，係能者共付，輕症共付，我哋要擴展提升共付機制；第三，係有加有減，加嘅係對貧急重危疾病人嘅保障，減嘅係減少浪費。第四，我哋要高度資助，維持90%整體嘅公營資助率，而最後我哋要循序漸進，希望喺5年之內達至目標。透過收費改革，我哋可以引導市民善用醫療資源，減少浪費濫用，並且係全方位咁樣加強對貧急重危病人嘅醫療保障，從而確保我哋公營醫療系統更加精準目標資助，更好咁發揮我哋全民安全網嘅作用。加強醫療保障方面有3個方面。第一，係優化醫療費用減免嘅機制，提升入息以至資產申請資格嘅上限，大幅咁樣加強咗支援低收入家庭同埋弱勢社群。第二，我哋會引入公營醫療服務項目全年收費上限1萬蚊，呢個咧係自費藥械係除外嘅，更好咁樣照顧一啲重症嘅病人，為全香港700萬嘅市民提供一個保障。第三，我哋會加快引入更多有效嘅創新藥械，並且係放寬自費藥物醫療器械安全網嘅申請資格，俾更多危疾病人，特別係我哋嘅中等收入嘅人士，可以得到自費藥械嘅資助。就住林哲玄議員嘅提問，經過諮詢醫院管理局後，而家回覆如下：香港嘅醫療體系公私營醫療雙軌並行，私營醫療界別提供住各種普通科、專科以至住院嘅服務，同公營醫療系統係互為補足。要改革本港嘅醫療體系，喺改革公營醫療嘅同時，亦都要增加私營醫療收費嘅透明度，以及推動醫療服務提升質素同埋成效指標。我哋計劃喺今年稍後嘅時間，就住增加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立法建議進行諮詢。喺推動持續提升本港醫療水平，包括咗質素以及效益方面，行政長官2024年嘅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組織專業平台，以實證為本，制定臨床指引，並且係研究建立公私營醫療服務質素以至效益嘅基準。為此，醫務衛生局已經推動咗香港醫療衛生界7間主要嘅機構，
包括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衛生署、醫院管理局、基層醫療處、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以及香港私家醫院聯會籌組醫學實證與臨床卓越研究所，簡稱醫卓所。醫卓所作為一個專業主導、實證為本嘅平台，成員橫跨香港公私營醫療界別，旨在有效咁匯集數據同埋案例，詳細探討篩查、診斷、治療以至管理不同疾病嘅臨床做法。該所將會評估各種醫療選項嘅效益，包括咗藥物、醫療器械、診斷技巧、手術程序、非藥物治療同埋創新醫療技術等等。並且係因應評估結果，制定臨床指引，以及研究建立公私營醫療服務質素同埋效益基準。醫卓所預計喺今年嘅上半年內係會正式咁樣展開工作。透過醫卓所嘅工作，我哋期望能夠協助業界識別具備成本效益嘅醫療方案，使病人受惠。呢個亦都有助促進醫護人員嘅專業交流，了解並且應用最新嘅技術，進一步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關於第二點，自願醫保計劃目前嘅設計賠償安排已經適用於所有嘅住院服務提供機構，亦都係包括咗公營醫療系統嘅。對於為市民設立個人或者家庭嘅醫療戶口，支付公營醫療共付費用，以及喺公營醫療體系入邊設立同自願醫保賠償額掛鈎嘅優等收費服務等等嘅建議，政府係樂意聆聽社會各界同埋相關持份者嘅意見，考慮相關嘅安排實際需要，並且係研究可行性。就住為昂貴治療項目收費封頂嘅建議，政府推動嘅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已經係全方位咁樣加強咗對貧急重危嘅病人嘅醫療保障，強化咗各項安全網嘅措施，亦都包括咗增加資助需要昂貴藥械嘅病人，避免市民係因大病致貧嘅。事實上，現時我哋嘅安全網所涵蓋嘅藥械已經係設有收費封頂嘅機制，病人喺安全網入邊最高嘅分擔額呢係每年100萬元。不過醫療技術日新月異，嶄新嘅藥械同埋治療技術十分昂貴。喺現時公營醫療系統資源緊絀嘅情況之下，劃一為所有相關項目收費封頂呢係未必切實可行嘅。要切實咁應對醫療系統面對嘅挑戰，我哋必須持續咁邁出改革嘅步伐，繼續多方面推進醫療改革。至於長遠嘅醫療融資安排，政府係會一直聆聽各方嘅意見，亦都歡迎持份者多提出建議，市民多參與討論，為我哋未來最切合香港情況嘅醫療融資改革凝聚共識。多謝。林哲玄議員。係，多謝主席，多謝局長全面嘅回答。喺1萬蚊封頂呢個項目之上呢，如果真係一啲好昂貴嘅藥物，而以現在科技嘅發展，一啲以前可能冇得醫嘅疾病，而家呢已經成為一種慢性疾病，但係需要藥物係相當之昂貴。但如果係我哋嘅市民係得唔到呢類自費藥物嘅資助嘅時候呢，其實亦都有機會係因病致貧。所以就1萬蚊嘅封頂呢，未必係幫到呢班市民。但係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希望局長係睇到呢，其實現在1萬蚊嘅封頂呢，係比譬如果一個長者去安老院舍住買位嘅服務呢，係要平，嗰度係大概2萬幾一年。咁令到我要強調係好少數嘅人士呢，可能係會有一個錯誤嘅誘因呢，係將長者咧係留喺公立醫院，而唔願意接走佢哋。雖然係個長者已經冇個醫療需要，所以我想問嘅呢就係局長喺呢一方面會唔會有進一步優化我哋個封頂嘅設計嘅空間呢？唔該晒。局長。1萬蚊嘅上限收費呢，係俾所有全香港嘅750萬市民都可以去到申請嘅。我哋強調，我哋都繼續會維持一個申請嘅嗰個需要。
呢個主要目標呢，就係預防一啲嘅濫用。如果某啲病人佢本身係例如喺個醫院入邊已經係適合出院嘅話呢，喺佢個申請過程，我哋會基於佢個臨床嘅狀況，如果一啲已經適合出院嘅病人呢，我哋係唔會接受佢嘅申請係長時間咁維持，就係因為有咗個封頂機制呢，係濫用呢個服務嘅。多謝主席。